今日做一個平民版嘅 XO 醬。XO 醬呢，可以話係豐儉由人，有錢嘅可以用月餅咁大粒嘅乾瑤柱，拳頭咁大嘅乾包，亦都可以。我今日係用一啲好普通嘅材料，嘗試做到好有層次感、質感，同埋一個強烈反差。做麵筋主要係想有個彈牙嘅口感，水就唔好落太多。麵團結啲嘅時候，就可以令做出嚟嘅麵筋多啲。而家將啲乾料蒸軟佢，再切粒。我就唔鍾意用攪拌機打碎啊，咁樣切呢，就口感好啲。魷魚呢，你切大粒少少，一陣間咬出嚟呢個口感呢更加好。用白鑊爆香啲蝦皮，好快嘅，聞到香味就可以起鑊㗎喇。爆完蝦皮，而家爆魷魚，又係炒香佢。為咗增加香味，我試下用啲芹菜葉撈埋嗰啲麵筋嗰度，試下個效果係點樣。我用個罩呢咁樣洗麵筋呢，係好快嘅，通常4次水就可以洗好㗎喇。
將爆香嘅蝦皮加埋落啲麵筋嗰度，跟住再將啲芹菜葉擺埋落去，增加香味。當然要加啲鹽啊，你想加啲雞粉亦都得。跟住落嚟，將啲柴魚同埋乾瑤柱用白鑊爆返香佢。倒啲油落個鑊嗰度，準備炸脆啲雞皮。麵筋蒸熟咗，我哋就切粒備用。炸脆嘅雞皮，我哋就夾返起佢，又係備用。炸完雞皮，我哋就將啲蝦殼倒落啲油嗰度，一定要慢火，慢火就可以逼出啲蝦殼嘅香味。麵筋就切粒，雞皮亦都切粒。而家將所有嘅用料寫晒出嚟，大家可以慢慢睇。將啲蝦油倒返出嚟，啲蝦殼擎乾油，準備備用。
而家將啲蝦油倒返落鑊嗰度，爆香啲蒜蓉同埋洋葱。因為我呢度係窮鄉僻壤，我行咗2間超市都買唔到乾葱頭，所以我就用洋葱代替啦。將啲柴魚同埋乾瑤柱倒埋落去。其實仲有一個仲慳錢嘅方法。有一次同個同事去食碗仔翅，佢就講俾我聽，以前嗰啲碗仔翅係點樣嘅。原來嗰啲小販呢，就去啲酒樓嗰度收煲完高湯嘅瘦肉，返嚟拆絲，再加冬菇腳。所以琴晚煲完湯嘅瘦肉，亦都可以攞嚟做 XO 醬，可以物盡其用。我呢個醬呢，個底味係比較清淡嘅。如果你鍾意濃味呢，你可以加馬拉盞或者蝦醬、豉汁或者沙爹醬，亦都可以。最緊要你高興。其實你鍾意乜嘢味就加乜嘢味落去試，或者可以做出一款獨一無二又好食嘅 XO 醬。最初係冇諗住拍呢條片嘅。有一次同幾個酒樓嘅大廚一齊食飯，我就攞咗呢個 XO 醬俾佢哋試，佢哋個個都話好，所以就拍咗呢條片啦。將所有嘅材料倒晒落去，中火炸幾分鐘就得。食辣呢，就可以加入辣椒水或者豆瓣醬，亦都得。將所有嘅材料倒入之後，你就可以調味啦。根據自己嘅口味，加入蠔油、生抽、老抽，亦都可以加雞粉或者係味精。當然仲要加鹽。當啲油降溫到大約40-50度左右，
我哋就可以將啲乾嘅薄荷葉碾碎，倒入 XO 醬入邊。其實呢一個係一個好大膽嘅做法。我最初構思嘅時候呢，就係想做一個大嘅反差。試咗之後，確實係俾我一個驚喜。其實今次係想帶俾大家一個思考方式，你哋可以大膽嘗試。第一次如果唔好食都唔緊要，但係你哋已經踏出咗第一步。千祈唔好怕失敗，再接再厲，你哋最終都可以做出自己鍾意嘅味道。今次呢個 XO 醬係有蝦油嘅香味、麵筋嘅彈牙、雞皮嘅香脆，同埋魷魚又好有嚼口，層次感就好豐富。最特別之處就係間中食到薄荷嘅清香，辣椒同薄荷嘅碰撞，簡直係碰撞出火花。我用白飯配合呢個 XO 醬，就真係可以試出佢嘅質感同埋層次。多謝各位收睇，拜拜。